大家好，咱今仔日就开始，今仔日台语文社的课程。今仔日的主题叫做台语的一字多音。我相信大家平常时若有咧讲台语啊，拢会注意到，台语啊有当时一个字有足侪音。其实嘛，若台语会安尼，用汉字的语言，像讲华语嘛是，咱正常学讲啊，一个字伊伫无共的状况，你会念无共款的音。台语嘛是有，台语比华语佫较侪音，共一个字有足侪音。咱先来看一个基例啦，就是讲即个字到底安怎念，到底有偌侪音，其实足侪咱来看下骹，像讲第一就是中，嘛有人讲点，这意思是讲加出来，像讲中倍，伊的岁数比别人佫较侪，所以叫做中倍中，嘛有诶腔口念做点，佫来就是长，伫有诶所在像讲台南腔会念做长，这个就表示讲是领导人也是主管，像讲馆长、市长、啥物长、班长，佫来就是长，长就是时间较久，也是讲距离较大较远，所以叫做久长的长，佫来有长、长，这个较用伫文言的文学内底。像讲天长地久，这爱念做长，嘛有诶腔口念做长。佫来是强，强会念做即种声音诶较少，像讲高强、高强大汉。好，佫来就是蔣，蔣其实嘛有人念做将，会用伫像讲咱婚林有一个所在叫做元将。元将即马拢写做即个字啦，就是头前写诶元甲将，像讲长诶即种汉字。毋其实伊以前照伊诶意思，应该是手掌还是手掌诶即个字，所以这嘛算一种借字啦。原本应该毋是即个字，毋过后来写即个字，佫甲伊诶声音保留落来，所以即个字就加一种声音，这是借字。好，第七就是将即种佫较少，像讲将字，这是将。所以你看一个这长还是讲长，即个字就有1、2、3、4、5、6、7、8、9、10、11种声音，其实是足歹记诶。毋过其实这毋免记，因为你定定咧念即个词诶时阵，你就会记即个字伫即种状况要安怎发音，这毋免硬去背。毋过就是你逐摆讲到诶时阵，有当时你无确定，就爱查者，伫即个时阵到底要安怎念较好。咱佫看即个图啦，即幅图这是为教育部诶台语字典甲伊 copy 落来。伊内底除了有写伊诶音诶罗马拼音以外，伊头前佫有写文也是八。这文甲八是啥物意思？就是有诶字是文音，文音读册音，就是用伫较文言诶所在。但是日常生活嘛会讲到即种音哦，毋是讲干那伫读古册诶时阵会用到文音。八就是讲白话音，白话音就是通常是较白话诶时阵会用到。文言白话这是台语定定拢有即两种无共款诶声音，咱后壁会讲到。好，台语诶一字多音嘛，我家己甲伊分析一下啦，有几啊种无共款诶状况会有无共款诶发音。第一种叫做腔口差，还是叫做风音差？啥物叫做腔口差还是风音差呢？伊诶意思就是讲，因为台语诶来源啊，伊是为较济是为漳州还是泉州来诶，有当时佫会染着其他诶语言，像讲啥物潮州啊，还是受着客语诶影响，所以伫台湾诶无共所在，就有无共款诶腔口，无共款诶风音。举例来讲，就讲咱云林即边会讲花鸡，这是较
我漳州腔的发音，但是若是台北腔，伊就会讲黑龟，啊，像讲较漳州腔的会讲姊妹，当然即马普通腔是讲姊妹，啊，若是较泉州腔的人就会讲姊妹，啊，较漳州腔的人会讲马下，较泉州腔的人就会讲马话。啊，这无啥物对啊，是毋对，这就是无共所在、无共款的腔口啊，是讲方音差。啊，毋过你念起来就无共款，所以你会感觉即个字共款一个汉字就有无共款的发音。好，第二种叫做文白音，就是文音甲白音无共款。啥物是文音，啥物是白音呢？第一就是讲用伫无共款的所在，文音较接会用伫读像讲你读古诗的时阵啊，古早的文学你会用到文音，搁一种就是用伫较抽象的物件的时阵，较接会用文音。啊，白音就是讲较普通的物件，较会用到白音。为啥物台语有文音有白音？通常咱会讲白音是上古音，就是讲这是搁较古早、非常古早的一种声音。啊，后来文音就是讲一段时间以后，后来迄阵官方语言可能是较北边的语言，搁传来南边，啊因即个字就会念做无共款的声音，台语就搁甲即种音吸收落去台语内底，啊所以就有一种无共款的发音啊，变做有两种音，所以文音是较中古音，啊白音是较上古音，即两种音伫台语内底拢足重要，有当时啊你用文音嘛是用白音去读的时阵，意思就会无共款。这就先简单举例，后壁会阁讲。如讲共款即两个汉字啊，你读做污水的时阵，甲读做雨水的时阵，意思就无共。你若是读做污水，这意思就是这济气的其中的一种，叫做污水。但是你若读做雨水，就是讲天中咧落雨，就是有雨水。啊，过来就是鼓吹甲鼓吹，吹是白音，吹是文音。你若是讲鼓吹，就是讲一种乐器咧分鼓吹。你若是讲鼓吹，就是你咧煽动别人，你咧鼓励别人去做啥物代志，这是鼓吹，所以意思嘛无共。你讲分数，即两个音拢是文音，但是你若讲结效，这结是文音，效是白音，所以有当时啊，这个字会读做数，分数、数学，但是有当时啊，嘛会读做效，像讲结效、欠效、算效，这拢是效。好，啊，再来一种叫做高破音，啥物叫做高破？高破就是讲伊共款是文音，嘛共款是白音，毋过伊伫文音、白音内底啊，佫会念做无共款的声调，也是讲读做无共款的音。如讲中道中，这是一种音，但是你讲中毒，这个中就是无共款的音，所以中甲中。伊互相是交破，这都毋是文音甲白音嘛，毋是腔口差，这个叫做交破。好，啊个倒点、倒退，一个是倒，啊，伊有伊的声音有变，因为这声调放伫头前的时阵，伊爱变调，所以变做倒点。啊，倒退伊原本是倒，变做倒退，这倒甲倒就是交破。啊，相爱甲相片，一个是相，一个是相，这相甲相就是无共款的声音，啊，所以这就互相叫做交破。啊，过来一种就是混脱，混脱的意思是啥物呢？混脱的意思就是讲，其实这个汉字原本无这种声音，无这种读音，也毋过因为这个声音嘛。可能原本无一个汉字，伊就是足古早的声音，无人知影伊的汉字是啥，反正伊就是完全无汉字。但是为着想要写一种汉字，所以就甲伊的意思硬用一个共意思的汉字，甲伊读做这种音。
但是有人学过日语的，日语嘛有足侪即种音，因为日语伊原本，你会当讲伊原本就是无汉字啦，啊，有当时啊有一个汉字传去日本的时阵，伊就用讲艺术的音去读迄种汉字，但是这应该毋是伊的本字，啊，但是这个艺术伊就家己读做即种音，规定伊要读即种音，像讲开花，开花的花，原本即个字就是读做花，啊，毋过咱讲会晓的时阵，即个 A 就规定用花即个汉字去家己读做 A， 啊，即个时阵读做 A， 这就叫做混读。啊，像讲人，人应该是一个足古早台语本地的安尼讲的音，啊，毋过后来就摕人类的人去家己读做人，啊，就规定即个字就是爱读做人，做伊的若像白话音安尼。啊，就是咱人的人，就叫做混读。啊，个我会虾米的会，即个字就用目的的的，甲伊规定伊爱读做会，所以这就是规定，这就是混读。啊，其实华语嘛是共款哦，华语你若是讲我的，即个的，这嘛是混读，伊原本嘛是目的，迄个的嘛无读做的。哦，所以无论华语还是台语，即个意思，这拢是有混读的，毋是干那台语有。好，啊，先为第一项开始讲，就是讲腔口。腔口啊，就是讲因为大家人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所以你为无共所在来，会甲伊原乡的腔口就炸过来台湾，所以伫无共所在，若是倒一所在的人较济，伊就有无共款的腔口。啊，个因为台湾南平北平啊会南做伙，所以会有新的腔口出来。啊，伫台湾啊上纯的泉州腔就是鹿港腔，上纯的漳州腔就是宜兰腔。所以咱即马因为台湾已经形成一种普通腔啊，咱较常听普通腔的人，你颠倒去听较纯的泉州腔，还是漳州腔，去听鹿港人讲话，去听宜兰人讲话，颠倒会感觉较袂惯势，因为因伤顺啊，所以甲普通腔差较济，所以你会感觉因有腔，感觉因怪怪，但是因嘛感觉你有腔。其实这腔口是足自然的代志，你毋管你讲啥物腔，其实拢无要紧，听有就好。啊，若是听无，你搁听一个应该就听有啊，因为这无差遐尼济。所以一般来讲啦，较泉州腔伫遮就是用哪色来表示啦，就是伫台北。台北市啊，台北县应该讲新北市大部分地区嘛是啊，但是邦桥毋是，邦桥是较漳州腔，这拢甲移民为倒位来有关系。啊，毋过新北市若是较外海的所在，像讲北平、东北平的外海的所在是较漳州腔，宜兰全部拢是漳州腔。啊，中部这边像讲云林，为新竹外海的所在，新竹的海口。到嘉义也是台南北平的海口，全部拢是泉州腔。啊，中部我山的所在，像讲云林，可能就是为好尾，以东平较我山的所在，全部拢是漳州腔。啊，南平就是台南、高雄、屏东，较济拢是叫做漳泉南。泉州腔甲漳州腔完全南做伙啊，你分袂出来，伊有诶较泉州腔，有诶较漳州腔。好啊，若是看北平，就是像拄则讲诶，就是台北市大部分除了可能树林迄边啦，啊，大部分拢是泉州，新北市大部分是泉州，毋过邦桥是漳州，较我海诶所在是漳州，宜兰是漳州，桃园较济是漳州，啊，中部就是我海是泉州，我山是漳州，啊，南部就是台南、高雄、屏东，大部分拢是人做伙啊。好，啊，东部大部分是人做伙啊。啊，偏哦，基本上大部分的所在拢是较泉州腔。好，啊，下骹就小介绍一个，啥物叫做腔口差，有啥物是较漳州的，啥物是较泉州啊？啊，人做伙的状况是安怎？
伊是要安怎换过去，其实拢有一个规则。第一组就是较漳州的讲伊，较泉州的讲有还是像讲字啦，汉字，较漳州的人讲汉字，较泉州的人就讲汉族、汉字。你会讲路、乐，字会讲主，但是即个较无共款，就是一般啦，即组普通腔内底，较我漳州腔讲字、你，还是下骹的滴、滴、鱼。毋过除了主即个音，主即个音，伊原本是较泉州的，毋过普通腔颠倒即摆讲煮较济，煮饭、煮糜、煮啥物物件，较袂讲字，讲字的就是较顺的漳州腔。较泉州腔的就人讲竹子、路乐、柱字、都的、都的、湖河。搁来一组就是漳州腔会讲话，泉州腔会讲还是即个可能我的发音嘛毋是真正确，因为我较袂晓。即组就是像讲漳州腔的人讲会，泉州腔的人就会讲嘿还是好。对会讲倒，对会讲倒，地倒，会讲嘿好。梅埋，较漳州的泉州就会讲梅无，水解水的水会讲水色。好，另外一组就是下甲话也是像讲下泉州腔的人就会讲话还是马会讲尾，溪会讲溪还是溪，水会讲水还是水。批即个嘛是另外，就是一般即组普通腔即马是较我漳州腔，但是除了批即个字，批即个字即马普通腔嘛是讲批，但是即个是较我泉州腔的声音。较漳州腔理论上是讲批，写批，毋过即马普通腔拢是讲写批。地木的地会讲地地。好，过来即组就是漳州腔会讲泉州腔会讲伊，像讲仔的泉州腔会讲伊。即组的讲的人甲讲伊的人其实差不多，无讲倒一边较济，拢差不多。青会讲青，生会讲生，羹会讲羹，糜会讲糜，册会讲册，即两种应该拢听会着。好。过来一组就是漳州腔讲歪，泉州腔讲歪，像讲怀会讲怀，像讲怀直会讲怀直，乖会讲乖。咱若是有去台北坐捷运的时阵你拢会听到捷运顶悬的广播，伊就是用台北腔咧广播，所以伊会讲问要乖哦，乖。但是即摆普通腔是讲乖。好，怪会讲贵。就是歪甲歪。好，过来就是即组就是漳州腔讲央甲用，泉州腔会讲用，即个无共款头前大部分拢是即马较我漳州腔的人较济，毋过即马普通腔若是伫即组内底是讲较我泉州腔的人较济，像讲漳州腔会讲乡乡，泉州腔讲乡。啥物乡乡讲乡，这共款拢是乡。像咱即摆会讲啥物乡，古坑乡。当然，若是你较顺的漳州腔，就会讲古坑乡。好，梁会讲梁，江会讲江，上会讲上。所以上好，有人会讲上好，这就是腔口差。好，过来即组就是漳州腔讲圆，泉州腔讲即种特色伫宜兰腔即马保留上济，像讲即马普通腔即马是较我泉州腔会讲酸，即物件酸。宜兰腔就会讲酸酸，饭会讲饭，青会讲翠，黄会讲花，软会讲软。
手的会讲碗，这就是另外一种腔口差，啊，这伫宜兰腔上有特色。好，再来就是声调，这种声调啊，伫第八调上明显。伫第八调啊，大概来当分做3种啦。较南部的即马教育部的书典，是以南部的做第一优势腔，所以你听到教育部的书典，若是伊讲第八调的时阵，是以高雄腔做标准。南部的第八调像讲这滴甲落拢是较悬的降落高降的音，滴落。咱若是中北部较济拢是读做较低较平，就是滴落。若是海口腔会位低到悬，就是滴落，像是即种声音。好，再来就是变调无共款，这正常伫变调连续变调的时阵有讲过。若是较我泉州腔的变调，还是讲普通腔的变调，就是讲土转做第一调、第二调转做第一调，变做土土。啊，若是较泉州腔、海口腔的人，就讲土土。啊，第五调的字，一般普通腔会转做第七调，变做昂昂。但是若是泉州腔、海口腔会讲昂昂。啊，有的人就是干那即两个，干那一个有像讲，第五调变第三调人较济，啊，第二调变第五调的人就搁较少。这是变调连续变调的腔口差。搁一个是甲的腔口差。像讲，若是较南部，会有即种的音，若是看到一个一个会读做较就讲啊，说是卡落毋好，啰嗦无去，无啊骗蛇，这拢是但是若是较北部、中北部，可能就会讲啊，说是卡落毋好，啰嗦无去，无啊骗数，就是一个甲两个的差别，就无遐尼济，这嘛是腔口差。好，过来就是日、落、日、哩甲字的腔口差。因为日这种声音嘛，较无遐尼好发音，所以有的人讲来讲故日就变做落啊，尤其是伫较我泉州腔的所在，佫较会安尼。如讲如厝会讲如厝，润饼会讲润饼，富裕会讲富裕，热目睭会变做热目睭。啊，字甲哩，佫有一个声音叫做字，字有人讲这是甲好乐客有关系，好乐客就是讲原本是客人，啊，毋过伊后来讲台语，啊，毋过因为客语发音的关系，所以后来讲台语，就会甲字哩变做字。啊，如果字母，伊就有3种念法：字母、字母、字母、第二、第二、第二、人类、人类、人类、日头、日头、日头，这3种，这嘛是腔口差，拢会使。好，啊，有人就趣味甲无共所在特殊腔口差写做一句话，咱就来欣赏看觅。啊，这是大家咱参考这2017年9月2，伊讲台语当着时，伊特别就有讲台语的腔口差，这是 YouTube 顶悬有。伊讲宜兰是足漳州的足顺的漳州腔，所以普通腔的伊会变做拄则有讲哦，就是讲若讲一句话就是若普通腔会讲酸酸软软，食饭配卤卵，啊，毋过宜兰腔就会讲水水软软，食饭配卤卵。好，啊，台南腔嘛是较漳州腔，毋过有一点仔南做伙啊。啊，伊的特色就是样会变做样，普通腔的样伊会讲样。就讲普通腔会讲若后酱抢食姜我来唱，这拢是样的音。啊，若是台南腔就会讲若后酱抢食姜我来唱。啊，关庙嘛伫台南，关庙特色就是诗会变做诗，
像讲即句话，但是伫普通腔讲去菜市仔买红菜，因就讲去菜市仔买红菜。永正伊家己可能讲永正，这理论上嘛是漳州腔，毋过因为学到客的关系，伊原本是客人，后来讲台语，伊的永会变做 n， 变做 n， 所以若是伫普通腔讲永正的鸡仔兵，冷冷定定，伫永正腔、永正腔，伊会讲永正的鸡仔兵，冷冷定定。好，鹿港就是全台湾上顺的泉州腔，因就是会有即种的音，佮变调，第二调会变做第五调，佮第五调会变做第三调，就是两个。毋过因第二调变第五调上明显。伫普通腔会讲去加买，买，毋过伫鹿港腔，这我嘛无啥会晓讲，可能就会讲。克格某为某，可能像安尼啦。好这湖西伫平湖伊嘛是较泉州腔的，遮的特色就是乌伊会变做摇，像讲普通腔讲天乌乌要落雨，因就讲天摇摇要落叶，这就是因的腔口，特殊腔口。好，过来就讲第二个部分，就是文白音。文白音，下骹就是一寡基例。第一种就是讲，即个字啊，其实你讲文音、白音拢会使。当然有诶所在有诶人惯势讲文音，有诶人惯势讲白音，但是意思是共款。像讲大学，一般咱台湾大部分诶地区啊是讲大学，毋过确实有诶所在啊，伊会讲大学。像讲金门会讲大学，有诶所在可能嘛会兄弟，即马大家人大部分是讲兄弟啦。毋过其实你讲兄弟，伫有一寡较文言诶作品内底，你讲兄弟嘛是会使，意思是共款诶。佮老伙，你讲流血，这嘛是会使。佮白音讲这气，即马大家较济是拢讲白音这气，你讲这气。伊意思嘛是共款，但是较少人安尼讲。好，另外一种就是讲文音甲白音的意思是无共款的。虽然讲两种拢会使，毋过意思无共款。像讲文音的时阵讲大寒就是二四这开的其中的一个。你讲大寒就是讲足寒的，所以大寒。你讲成人就是讲大人，你讲正人就是讲正做一个人的意思。你讲伤重就是受伤足严重的，但是你若是讲伤重就是讲物件伤重，但是伊汉字是共款。讲空间的时阵是讲一个所在，这是一个空间。但是你若讲空间，就是讲一个房间无物件，伊是空间。好，过来就是有诶字啊，全部拢是白音，有诶字全部拢是文音。毋过这是固定诶，你无法度换做文音也是白音。像讲平顶两个字拢文音，大风两个字拢是文音，流汗两个拢白音，解水两个字拢是白音。有诶词内底伊有文音嘛有白音，伊是连做伙，毋过伊是固定哦，你袂当凊彩甲一个字换做文音嘛是白音，伊是袂通诶。像讲相片，相是文音，片是白音。小声小段诶小声，这小是白音，声是文音。两花就是文音，花是白音。人人是文音，家是白音，所以嘛有可能会连做伙，无一定两个字一个词内底两个字拢爱是文音，还是拢爱是白音，无一定，这看习惯。好，有诶词啊真趣味，这词两个字是共款，毋过这个时阵两个字，伊一个文音，一个白音，伊爱读做无共款诶音，像讲烟前甲前无共音，落来落甲落，伊是共款汉字，但是无共音。
小上、小甲上，有人人、人甲人，啊，食食的食甲食，当当时当甲当，啊，智接的智甲接，啊，问问题问甲问，拍撇拍甲撇，看热闹的热甲闹，记载记甲载，啊，放放放三个字，啊，放甲放放。这两个是无共款的声音，感觉应该即句话无讲完啦，就是讲感觉做啥物代志，你感觉为遮跳落去，就讲安尼，就是感甲觉。好，啊，咱佫会真正拄着一种状况，就是数字要安怎读？数字其实有两组，一组是较白话的，一组是较文言的。白话就是一般咧讲数字的时阵，大部分会用白话音去读，像讲0、1、2、3、4、5、6、7、8、9、10，啊，佫来就是11、12、13，啊，100、1000、10000、1亿、1兆，啊，毋过伊抑佫有一组是文言的，像讲会讲0、1、2、3、4、5、6、7、8、9、10，啊，11、12、13佫读落，你要用文言音嘛是会使，你着爱读做11、12、13，啊，100就是100，1000就是1000，啊，万亿兆就无分，两个是共款的。啥物时阵会用白话，啥物时阵会用文言？一般你若是咧算即两三时段是用白话音，毋过咱会发现你若算到11、12的时阵啊，其实迄个1甲2虽然咱用白话音去读，但是这1甲2是文言音，啊20的2嘛是文言音，啊21即个1、22、1甲2拢是文言音，其他拢用白话音。啊，啥物时阵会全部拢用文言音？定定就是一大堆数字的时阵，像讲咧报电话号码，像讲咱婚姻病院的电话号码是啥物？05 532 3911，啊，这因着全部拢是用文言的即组去读，啊是讲公车号码，像讲这几路公车263，安尼即三个字嘛拢是公车号码拢用文言音去读，啊是讲车牌号码、身份证号码，这拢会用文言音去读。好，过来会讲到姓啦，咱的姓，一般的原则啦，咧读姓的时阵是用白话音，啊毋过有的姓就是已经习惯拢读做文言音。这是台湾前40大的姓，像讲陈、林，毋过林有用即种青色底的啊白色字的，这就表示讲这是文言音。陈、林、黄、张、李、王，啊吴啊是吴，拢会使。刘、蔡、杨、虎、丁、丁是腔口差，啊家是白话音，社是文言音，拢会使。但是讲食的人较济。红、过、区、展、寮、赖、市、周、叶、苏、庄，啊吕是文音，啊字是白音。江、河是文音，华是白音。萧啊萧是白音，啊萧是文音。啊罗、哥、潘、干、朱、钟、油、平、这是腔口差。占、湖、西、湿，这是前40大。啊，到底伊的姓爱读做啥物音？有诶有两种啊，像讲甜，还是讲如字、和华、萧，还是讲平，这你要安怎知影？就是问伊家己爱读做啥物？因为咱咧读人诶名姓时阵，基本原则就是名中主人，伊家己欢喜读做啥物音，你着爱尊重伊，所以伊想要读做姓甜，着爱看伊家己想要读做倒一种，拢会使。好，要安怎知影家己的名姓要读做啥物音？你若是毋知，你若是知影家己原本就有安尼读，当然就是遵照你原本的。若是毋知，有两个所在会用查，像讲一个是爱台语，一个是教育部的书典，即两个所在，你会当甲你的名姓的汉字输入一个，啊，伊就甲你讲
拼音应该安怎拼。基本原则就是名中主人，像讲前总统陈水扁。一般咱会讲基本原则是姓爱用鼻音，名爱用文音。毋过若是照即个原则，理论上陈水扁你爱讲陈水扁，因为水甲扁是文音，水甲扁拢是鼻音。毋过伊自细汉号名伊就是读做陈水扁啊，你敢袂当甲伊讲你袂使叫做陈水扁，你爱叫做陈水扁？袂使，因为你要尊重伊的名，伊欢喜号做啥物名，伊就是安尼念。所以伊欢喜念做陈水扁，伊就是叫做陈水扁。所以陈水扁才是正确。叫一个就是台湾美术史内底真出名的做雕刻的一个艺术家，伊叫做黄土水。黄土水汉字就是会安尼写。你若是即马去查教育部的书典啊，你会发现讲，即个字中迄个字啊，土，其实伊爱念做土。水即个文音是读做水，所以理论上你若是照即个原则，就是姓爱读鼻音，名爱读文音，佮按照教育部书典的规定，伊的名应该读做黄土水。毋过伊自细汉伊拢是读做黄土水啊。你常常叫伊黄土水，伊会甲你讲我毋知影你咧叫啥物人。所以其实嘛是尊重伊爱家己的名安怎读，伊就是安尼写安尼读，所以就是读做黄土水，所以就是尊重伊家己的名。好，最后一部分就是啥物叫做文鼻音，啥物叫做高破。文鼻甲高破有啥物无共款？共款一个字啊，伊会当有文音有鼻音，伫文音内底拢有伊的高破，鼻音嘛有伊的高破。像讲顶悬啊，中营一间公司的名嘛，中营这是用文音去读的，读做中。但是即个字嘛有另外一个音叫做中背。中甲中其实就是声调无共款，这是高破，但是两个字拢是文音。长甲长这拢是鼻音，伊读做无共款，声调嘛无共款。长甲长，长甲长乐，这就是鼻音内底高破。下骹若是像讲你若是讲上中，这中是文音，但是讲中福、中这两个中甲中声调无共款，但是拢是文音，这是高破。但是讲动量的动，定顺的定，动甲定这两个字拢是鼻音，但是声调无共款，这是高破。所以文鼻音甲高破这是无共款的两种会读做无共款声音的原因。好，今日讲一日导引就差不多讲到这。其实大家听进前讲这一大堆可能听甲无啥啥讲一个字有遮尔侪音，我记拢记袂清楚啊。毋过其实咱咧学语言的时阵毋是要硬记讲即个字到底有偌侪种声音，因为这毋是咧去比赛字音字形，毋免安尼强甲所有声音拢记起来。其实是你咧讲的时阵，你自然咧讲即个词的时阵，你就会讲做无共款的声音嘛。所以其实是爱加讲话。搁你查字典的时阵，你就一个词一个词去看，伫即个时阵讲出即个音就是爱去记一个词，毋是去记一个字到底有偌侪种声音。安尼咧讲的时阵才会较自然，毋免一直去思考讲即个时阵到底爱讲啥物音，即个字到底是鼻音还是文音，你是讲啥物腔口，这拢无啥重要。这今仔日讲遮尔济啊，是互大家听趣味的，就是互大家知影讲为虾米伫台语内底一个字会当有遮尔侪种无共款的声音，毋是要互大家硬背的。好，今日的课程就差不多讲到这，大家敢有啥物问题？